如果我而家俾一杯清水你，然後放一羹鹽入去水裏邊，你會覺得點樣？我諗你只要飲一啖，就會即刻走晒味，吐都吐唔切，因為嗰杯水會又鹹又苦，根本冇可能吞落肚。但如果同樣都係嗰羹鹽，唔係放喺杯水入面，而係倒入一個壺裏面，壺水會唔會變得鹹同苦？我諗你同我都知道個答案，肯定唔會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關於一杯水與一羹鹽嘅佛陀小故事。歡迎嚟到嘉仙奴，我係阿嘉，大家好。喺2500年前，釋迦牟尼佛就用呢一個簡單嘅比喻，講出咗一個關於人生痛苦嘅秘密。有一日，一個弟子嚟到佛陀面前，佢嘅表情睇起嚟十分之沉重，因為佢發現一件事情令佢好困惑。喺生活之中，有啲人明明做過壞事，但係生活卻依然非常順利，而有啲人佢只係犯咗丁點小錯，但似乎一直遭遇巨大嘅痛苦。弟子忍唔住問世尊：點解同樣嘅錯誤喺唔同人嘅身上，結果可以有咁大分別嘅？佛陀冇即刻回答啊，佢只係舉咗一個簡單嘅比喻。佛陀問弟子：如果有人將一羹鹽放喺一杯水裏邊，嗰杯水會變成點樣啊？弟子回答：世尊，嗰杯水一定會係好鹹好苦，幾乎飲唔落肚㗎。佛陀點咗一下頭，然後佢又再問：如果同樣嘅一羹鹽唔係放喺杯水入邊，而係放入一個壺裏面，壺水會唔會變咗又鹹又苦啊？弟子諗都冇諗，然後話：世尊，壺水肯定唔會改變啦，因為水太多啦。佛陀微微一笑。佛陀話：人生都係一樣，有啲人個心好似一個細細嘅杯咁，當有一啲啲嘅小痛苦落喺佢嘅生命裏面，成個世界就變得苦不堪言。一句嘅批評就令佢非常憤怒，一啲嘅挫折就令佢非常絕望，一次嘅失敗就覺得人生已經冇晒希望。因為佢嘅心太細啦，所以一細羹嘅鹽都會令到成杯水變得苦澀。但係有啲人嘅心好似一個湖，同樣嘅痛苦跌落去嘅生命裏面，卻只係泛起一點點嘅漣漪，唔係因為佢冇遇到困難，而係因為佢嘅心足夠廣闊，面對批評，佢可以欣然接受；失敗出現，佢可以當係學習；困難降臨，佢依然能夠保持平靜。嗰羹鹽依然存在，但因為湖水太多，區區嗰一羹鹽係冇辦法改變成個湖嘅味道。佛陀最後話：好多人總係希望世界唔好再有痛苦，但真正重要嘅唔係要你捨棄嗰羹鹽，而係讓自己嘅心變得好似湖一樣咁廣闊。
當心變得廣大，同樣嘅事情就唔會再咁苦啦。同樣嘅挫折，亦都唔會覺得咁大件事。2000多年之後，呢個比喻依然非常簡單。一根鹽，一杯水，一個湖。但係佢提醒咗大家一件好多人忽略咗嘅事情：人生嘅痛苦有啲時候並唔係因為事情太大，而係因為我哋心裏面嘅容器太細。如果心能夠慢慢變得廣闊，咁樣好多曾經苦到死去活來嘅事情，或許只會喺生命嘅湖面上留低一圈好細嘅波紋。請幫忙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， 記得撳埋旁邊個鐘仔，新片一出，大家就會收到通知㗎喇。多謝晒。